台中一个16岁高中生，3年前读高中2年的时阵，伫学校主公费的流感预防射，1个月后突然间下半身无力，徛袂起来了。家属甲卫福部申请药害救济的补助，核定的金额是150万，但是妈妈讲根本就无够付医药费，已经透过相关的单位提出着行政诉讼。为什么是我？ 杨东二3年前伫咧学校主公费流感疫苗，做完1个月了后，雄下半身麻，无法度徛，送去病院，住院3个月，嘛是拢袂好。可能以后我爸妈老了没办法照顾我，还是要自己顾自己啊。这是最主要的问题。杨东二即马去搭，拢爱坐轮椅，靠妈妈家送，妈妈工课辞掉，家照顾。后生烫鞋仔即个动作对伊来讲真辛苦，因为伊两只脚无力，脚重萎缩。 杨妈妈找后生以前拍篮球的影片，脚拢无问题。这双鞋仔嘛是爸爸送伊的，谁会知影刚穿一摆会发生这款代志？已经在肾脏这一个区块，要怎么讲？他们很难去生存啊。杨家的人透过台中市卫生局协助，向卫福部申请药害救济补助。2009年审定发150万，不过因认为这钱无够付后生复健治疗的费用。 觉得说，以他那时候医疗费就已经花差不多，他们既然写无法排除，那为什么他就是不要赔的完全一点？如果不服的话呢，可以收到这个决定书的次日起2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卫生局都没有接获民众提出相关的这个行政诉讼讯息。 杨家的人生活辛苦，住的厝是和杨高龙分租的厂房。即马囡仔敢若因为流感疫苗下半身半衰，未来复健的路嘛要行真久，钱嘛是一个大问题。即马家己当向法律辅助基金会，请因斗相共提出行政诉讼，争取更较侪赔偿。